台视午间剧场，难忘风雨情。是你总先求你这款的变化，我的声声唱到予你，为安怎放任这离去？凉凉的风，暗淡的路径，孤单的人，我要写无的心情。今夜的我，茫茫不知倒位行。树落叶，风若吹，搁再行。落叶的命，满的天空，只有冷风陪伴我。落叶的爱，无人了解，只有流浪在人海。李辉啊，你真是啦！啊，即马感觉啥款？报到也会跳的。乖囡仔，乖囡仔，嘿，李辉，莫别个，你倒好，我甲你保证，你报到来的囡仔吼，足好滴的啦。真是的，乖囡仔。拄则医生我来甲你做过检查，是伊亲嘴甲我讲的啊。伊讲你甲北岛来的囡仔拢平安无代志。放心啦，李辉，当阿兄当时捌甲你骗过，对吧？医生讲你的身体伤过虚弱，所以伊特别有交代，你要加休困，加食寡有营养物件，啊。系啊，嘿，啊，等你又搁要创啥啦？我是烦恼大，所以万一伊若后壁甲我妈妈讲啥，迄是要安怎呢？我英姐，我即马就要来转去求大嫂，我袂让妈妈知影这件代志。哎，李辉呀，就算你即马关当去厝的嘛无路用啊。阿春的个性我同了解啊，伊即马一定踮咧暗的面头前，甲咱两个骂甲足歹看，阁足歹听的呢。是的啦，拢是我害你的。那你哪会甲我咧回失礼啦？应该是我甲你回失礼。这阿春啊，害你嫌啊老体，即马又搁踮咧暗面头前安尼黑白讲话，我吼，李辉，大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即摆伤心嘛无路用啊。不要紧啦，小等阿兄先回去厝的，将所有的代志甲阿解说互清楚。俗语话讲了好啊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啊。阿兄虽然毋捌读过什么书，也毋过阿兄绝对相信讲，这个世间无许多无法度通好解决的困难啦。吼，你看晓啦，我先回去厝看卖。天子，我甲你做伙转来去。袂用志，袂用志啦，李辉啊，迄医生特别有交代呢，你至少要多点食3天才会用呢。啥物？还阁多3天？是啊，医生就讲你的身体伤过虚弱，如果顶人着歹去，所以一定要加休困几天啊。等确定无问题以后，才会通搬出院啊。这你是袂放心，阿姆一个人踮咧厝的是？不要紧啦，小等我回去厝的，请阿姆
甲你款一寡衫来，互你换。顺顺，请俺们来遮陪伴你啊吼。袂用真啊，天总啊，你千万唔通甲我妈妈讲我住伫咧病院的代志。阿春啊，阿春啊，阿春哦，真奇怪，哪会拢无人？阿春啊，阿春嘞，暗啊，暗，暗。阿春啊，人搁锁去倒？你看，啊透死人吼，毋捌咧试过。廖天总，我问你啊，你无资格做小妹咯？我要带小妹离开这，永远都莫回来啊！小查某，小查某，你小甲无买溜啊！走好啦，永远莫甲我转来啊！来时阵我会去救你转。这小查某。喂，妈，我是天助啦，麻烦你叫阿春听一下电话者。啥？你无转去厝诶？无啦无啦，阮无冤家啦。啊，著伊带小某出去吼，我叫是讲抱转去互妈你看咧。好啦好啦，妈你免烦恼啦，我知啦。啊，过两工啊，我会量一个时间吼，啊，转去厝里看妈吼。好好好，妈再见哈。天助啊！哎，啊，你若这个时阵转来哈，你老美为一个人踮遐咧顾担哦。阿妈，啊你是当时转来啦？我哪拢无看哈。我去庙会拜拜啦嘛，拄仔才转来尔。哦，这哦，我伫咧菩萨面头前哦退免费寄话啦，啊你顺续才摕去互免费哈。好啦好啦，阿妈，啊无我来去吼。天助啊，小等下小等下，啊这两包是毋是你？是，拢我的啦吼。阿妈，歹势，我进来去顾啦吼。我来走。啥？你讲我妈妈唔知我有新的代志？这边哪有可能咧？大嫂哪有可能无甲阮妈妈讲？啊，恁大嫂都倒去因后头厝啊。天助，是你啦。你看，搁来啊！卡袂着就要甲我会失咧。讲实在的啦，恁大嫂倒去后头厝，我同欢喜啊！较免咧伊规工踮我面头前安尼插念，我嘛挺好安静规工啊，对无？拜托个啦，米费啊！你搁要创啥啊？倒来厝诶，无论安怎，我袂用互阮妈妈有一点仔怀疑。米费，我感觉这件代志，你还是好好甲阿姆参详者。伊定安尼瞒落去哦，嘛毋是办法。我再讲，连阮迄只好爸母都看会出你有心啦，阿姆哪有可能看袂出来啦？这我知影，啊，毋过上早甲讲，伊一定会逼我将囡仔摕掉，所以我想讲过3个月了后，我才求伊原谅我。到迄个时阵，纯粹讲伊要逼我，嘛无医生甲替我动手术。好，米费啊，原来你早就已经安排好啊吼。庄在王已经破工厂的股份用途书。哦，听这个。当然啦，你唔相信我的能力哦？是安怎啊？敢若有45%尔？无唔对啊，因为庄在王迄当时咧开工厂的时阵啊，常常发袂出薪水，所以啊，
伊就拨一部分的股份互员工当作奖励，啊，伊家己有35%，因某甲庄林辉啊，各人拢有10%的股份伫。我要伫的是庄氏企业超过半数股权。这要哪有可能啊？因是一家口安尼，要哪有可能将股权卖互外人？就是因为无可能，我毋是爱你去甲解释无可能。啊，若无这1/45的股权对我来讲，根本无路用啊！即摆只要阁剩2天的时间，我不管你去用偷的、用骗的、用抢的，2天了后，我会看到庄氏企业50%的股权。好啊，你会当走啊。好，安尼我知，多谢，哈。田路公司有叫恁当时搁去无？也毋好甲载人敲电话来讲总裁出国，3天我才会倒转来。啊，无你即落行的是要安怎处理，甲人见面啊？哎哟，好啊啦，你妈咧磕袂着马明辉啊啦！这吼话讲来讲去嘛是爱怪迄个罗麻啦，伊无应该出手拍人啊。妈，阿爸，恁误会天助兄啦，伊毋是罗麻，伊是个性较土真啊尔。啊，你这个囡仔吼，互拍卡呢，你搁替人讲话。啊你啦，哪咧做人啥物老爸啦？看到囝互拍卡啦，不要去叫警察来甲抓起来。万一若去拍着要害，啊毋着冇做囝。是家己做阵来的啦，是你甲去看人去斗阵，是要怪啥物人？阿爸，妈妈，这拢是我家己的唔对啦，袂用怪别人。好，再你看咧啦，一年足够补啦，补到即个好囝出来啦。为着一个查某尔，去甲人拼生拼死，害咱约会煞迟到，成你讲无成，社会也见笑死啦。都是安尼，毋是啥。啊，若讲到迄个吴美惠吼，实在有够害啦，啊，真无水准的，毋知走去倒位认吼，这个客大兄，哎哟，啊两个安尼吼，搁非亲非故，搁带做伙，啊，真正毋惊人讲闲话。啊是家在明辉啊，起码无咧甲伊来往啊。啊若无哦，带款查某会下死下情啦。哈！美惠毋是恁讲的迄种查某囡仔啦。无这啥态度啊？哈！这事实摆伫眼前啊！你搁替伊讲话，啊无你讲看卖，一个也未出世查某囡仔人，随便便就去带一个查甫人的厝内，这心头你态度，伊是不得已的啦。我当市长过身的时阵，也无留啥物财产还我囝，伊无我这安尼做的啦。伊有好脚好手，是安怎去找一个正经的头路？一定得去沿安尼卖面的。啊！美惠啊，你要去倒啊？小心哦，踮咧厝休困，唔通出去，吼。你看，讲安尼啦，讲安尼啦。阿爸，你会忝是？会忝就小休者。啊，若无吼，我爱你啦，好嘛？来。免啦，我袂忝啦。哪有要紧啊？回你连你都到厝啊，我甲你爱哪有要紧？免啦啦，这大汉哪着人爱？好啦，啊若无吼，等你厝的时阵，你紧倒来休困的哈。好啦。加快。袂歹，气色啊比拄着加好足济。恁查某人就是安尼啊，拢互人啥拢无，不时啊咧注意这有诶无诶所在哈。好啊啦，好转来去啊。啊，连你等去厝的时阵哦，你一定要好好倒来休困。啊，我再去菜市啊，甲你买一只鸡，炖中药甲你补，好无？好。美惠，臭小囝咧，总算你也有淡薄仔良心吼。看起来我这2斤并无互你白目的吼。好啦，恁豆豆开讲，我先来走哈。田总，我跟你做伙回去。美惠，他免费人都已经来啊，你有啥物话，就当面甲伊讲好清楚啊。我甲伊无啥物通好讲的。美惠啊，他即摆已经啥物时阵啦，还搁遐咧洗性地，这件代志伊也负大部分的责任咧，你哪会个无甲伊讲的？你哪搁再讲啊？我这些人拢无爱记你啊！
行啊，来等啊！哎，美惠啊！原来你去找我，就是要叫我来看你两个亲热的哦。哎，无啊，你是咧胡白讲啥？我甲美惠，敢讲我讲唔对哟？想袂到短短一个月时间无见面呀，代志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。这种无正常的关系，我应该来向你强义才对。你想做鬼魂啊你？是我过分啊，是你过分！我一直甲你当作一个足纯洁的查某囡仔，无想到讲你这么下贱，这么唔知影见笑。你哪会晓保留美惠啊？我爱你随家过一点，有听的无？你无到这个资格，你讲一句啊，讲啊！好啊啦，你是会耍起来未？请你回去。阮这块小人物根本无资格甲你来往，请你以后嘛莫搁来找我，就当作咱从来都唔捌发生过啥物。啥物？敢讲骗我，敢真是甲伊袂比一条？你唔通袂记得伊是一个有某有囝的人呢？你走，你走！你不较好咧，你敢要想？啊，美惠为你牺牲遐尔济，这种话你竟然还讲会出嘴，哈？你给我动来！喂，天走，莫搁再叫。美惠，啊你想哪？你想哪啦？阿爸刚就出代志哦。阿爸即摆人呢？我去工厂啊啦，啊，尾仔的时阵哦，工厂的人敲电话来啦，讲哦，一个工人哦，伊的手扣机器夹断去啦，啊，恁阿爸就赶去工厂去处理啊，啊，到这个时阵也无敲一通电话倒转来啦，啊，实在哦被我急死呢。明辉啊，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我赶紧去看看，看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无？哎呦，免啦啦！啊，你甲看你安尼醉茫茫，啊，今摆要去工厂，若搁互恁老爸看到，伊毋是生气，我骂你。明辉啊，明辉啊！你才是知哦。喂，啊，庆嫂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真多谢你呢吼，电话后你安尼斗3工，嘿，啊，当时要起来吃饭，啊，毋过爱互我咱好好甲你交代一下。王啊，啊，着去工厂哦，处理一寡代志，还袂转来啦。啊，你讲有啥物代志？哈？你有急用哦？啊，要叫阮王啊还你钱哦？好啦，我会甲讲啦。袂啦，你若安尼讲，这是应该啊。好，再见哦。哎呦，即摆这临时临命，但是要去倒位去欠200万，好来还进账啦。哎呦，偏偏王啊，甲明辉啊，阁无伫个，是要安怎都好，嘛无一个人好参详。请问你是陈太太？啊，我姓曾嘿。内底有一位先生在等你，请你跟我来。好，多谢。陈太太，拄则伫电话中甲你讲的人就是我啦。好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。哦，
讲，恁公司要提供贷款，互阮先生的工程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天宁投资公司驻台代表，啊，这是本公司是一间国际性的公司，专门在世界上各所在做投资开发的事业。只要本公司若认为讲伊会趁钱、有发展的公司呢，本公司伫无限制提供人力、财力来帮助伊，互这个公司会当发展、会当成长。我袂了解你的意思呢。我简单讲好啊，高雄陈金发陈董事长，你应该有小捌啦。啊，你是讲晋商哦？啊，捌啦捌啦，啊，伊甲阮先生哦，原来是老朋友啊哩。啊，晋商哦，甲阮先生哦，一直拢有生理的来往啦。陈董事长就是伫本公司的帮助下，拄好接到欧洲共同市场一笔300万美金的订单。啊，300万的美金哦！无唔对，合台票大概是8000万左右啦。8000万哦！只要伊一年来按照时间出货，我保证伊会当赚到1200万的利润。啊，一年就会当赚1200多万哦！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，明明知影难有的麻烦，偏偏不愿意。明知这是一条